场哈，主要讲到咧，种六桂体系堡垒的文产哈，系也非常重要的公共产业、公共资源哈。然后文产应该嘅年头，因为够重新请出来，并且用现嘅太田仔，然后建议太地同空中都太田仔，用把现家的沙期嘅摘草、沙期嘅洋草来恢复产业呢，上喺俩就部分来进行讨论嘅重点哦。我想先请教一下种嘅。后面讲哈，后面讲后手指哈，这个目前的当天的详情对一种沙期的重建再抽的部分，还没有的进行讨论呢。各位来宾哈，各位乡亲，第一个八八水灾之前哈，安尼六桂乡的沙期，包括沙期所有的沙期都已经非常的进入状况地去的，所以呢，也摆又经过一个风灾过后呢，我相信唔是可以多年过后，也有法度重新复起的哈。原本安尼这个乡，经有一个新美泰桥嘛哈，原本系新美沙期有跟水波桥嘅就有联系，而且嘅新美大桥做一个头都总委员有讲嘛哈，而做一个意向图示。好，这新美泰桥一条线，安尼，干迄面麻烦公路桥嘅所在哈，做一个意向图示，讲我六桂乡嘅农特产品，像迄木瓜、莲雾、芒果，甚至新发地区有茶叶，而干嘅意向图示，做我新美泰桥地摆，本观众咧引入到六桂乡就第个伊六桂乡嘅农特产品，下咧买个东西，安尼可以起来起来看，好本来有上作业嘅。所以我在这边哈，我们比较希望说，像一些手染工业啊，像东市，台中东市有一个客家的所在，有一个做手染，马祖都唔会差，像我哋沙期有去华山社区，还是古坑，对，还有一个古行有一个咖啡机，再过来还有一个乜嘅呢？还有一个五米乐。嘛有啲五米的社区，台南后壁金寮，所以我哋喺面六桂体系，希望所有双级单位呢，可以慢慢的规划，不可以一多年后，帮我哋尽量做，帮我哋恢复我哋六桂的一个过去繁荣的所在，好，我想这个部分要先请教一下黄处长啊，就刚刚讲的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借用公路单位这边，就是说在新威大桥，因为目前是新威大桥是通畅的嘛，哈，等于说在新威大桥面可以做一个这个六龟的观光资源的一个示意图了，哈，这边说当游客他经过新威大桥进到六龟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说六龟乡有哪些产业啊，那这个部分可能要使用到公路单位的这个用地也好，或者设施也好，这部分处长是不是会觉得说是可行的呢？在公路的旁边哦，像现在新威大桥，我所知道，因为新威大桥是贸管处委托国工局做，那将来是我们接养。但是它中间有一个观景台，那我想在观景台旁边做，如果地方上有这个需求的话，提出来的话，只要不影响的交通，一般来讲都是可行的。都是可行的。对，是。好，刚才想强调一下宋秘书，这个人家水保 Q 的部分哈，等于农村再生计划了哈，这个永远想来进行哈。还没讲对于六桂体系这种子培训哈、人才培训、深耕计划、人才培训的部分有两种诶，为了进行咯。来讲因为农村课蔡科长他是主办课了请他说明一下比较清楚。好，蔡科长，因为这一次莫拉克洪灾以后，整个六桂乡受创非常的严重可是基于长久以来我们在六桂地区已经投入从山地农牧局的时代一直在投入对于说我们如果说接下来的农村再生我们目前先紧急就是说，有4个社区，新农、新威、宝来、老农这几个社区已经先请了一些短期就业，希望说经由这个短期就业的这个乡亲来协助这个处理社区的环境。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在这个农村再生的先期规划我们也是先优先找这个比较受创严重的这个宝来社区跟宝来跟老农社区呢来办先期的一个规划总是一个社区的要再生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性的从一个计划，从一个整体的规划整个来做，包含刚刚李老师在讲的这个竹林社区，是不是有可能说整个这个农业的重建，然后变成一个农村再生的一个示范
这个都是我们一个方向，整个一个规划的一个方向。我的报告，谢谢。好，那谢谢这个科长做答复了哈。我想来开放现场详情来讲一下是讲，其实对沙期的发展有什么想法哈？这边我知道乡代会好像有这个代表啊，代表是不是代表一下我们这个主席哈？主席是不是来讲一下是讲整个我们六龟乡亲目前的一个想法哈？因为目前啦，咱山邦地理，这个水保持，希望恁爱严格来管来处理。毋通阁互安尼这财团我来开发到有些伤过严重性的时阵，我正来比较一个咧，我借着咱媒体，用透过这个媒体来宣布，伫新开咱这个彩虹山庄，这个山坡地呢，这个我相信各位若有去阮新华村新开部落有看到，咱这个大火神像边啊，迄就是咱财团所开发的，所以恁伫恁的立场，安怎我唔知影啦。毋过伫百姓立场就讲，第一，这就是恁地无彻底落去甲严格处理，所以山线甲因这个开发严重性的开发，为山坡地，咱的山坡本来就有一个坡度的，伊为中央就咱甲切落长，个人连起木屋咧，对毋？这我非常反对哈，而且所以我们才讲，希望恁水保局这边爱彻底，该爱方做的，当然我希望恁爱甲鼓励，而且拜托。好，谢谢乡代会主席哈。那还有没有我们在地乡亲对于这个社区发展意见哈？我是老龙村的村长哈，因为老龙社区哈，我们从去年卡梅基到现在哈，很多复建工程哈都没有做，尤其是河川、溪流还有水沟，他们都没有做，他们已经是2度重创的。尤其现在哈，他们遇到水一定要跑。都要跑，我希望说上级长官能重视这个河川问题哈，还有一些水沟问题，能彻底帮我们改善。还有哪位乡亲好？两个好。许多8水灾嘅损害吼，非常嘅严重嘅，所地100年以来吼，唔是多像也係按嚴重嘅那個損失啦呢。尤其是我哋嘅新北地區吼，河川地吼，佔過大部分嘅那個面積。我所地太弱嘅吼，比流失咧差唔多100-200公頃吼，絕對都有啊呢。所以我想得到200公頃，管理200公頃，講200公頃嘅人，目前都失業嘅，無頭路可走啊，唔對起來啊呢。所以而家發生相當嘅困難，相當嘅有安尼嘅，將來先啊，唔對唔對愛何去何從，唔對愛做，愛往哪來做，一樣去做啊呢。但是我希望講一件。目前有法度福建的那个天然的吼，我希望讲那个农民啊，也是来商业办法来福建啊呢。但是福建哦，目前啊也有大规模看过水唔多的，本来不适合规模的很多啊呢，所以也个还要用人工，有资金也有办法来福建啊呢。希望讲刚开的水源冇办法送都是错的。按土地哦比填过起来。准桥水管开唔到安尼吼，佢安尼个沙质必须要搬走安尼啦。搬走时间咯，河川局嘅意思讲，唔能只有本地方处理不能搬走我样安尼。我就因为讲，我是希望河川局啊吼，同我哋想嘅办法。假使如果本地方冇办法放，河川局整体来讲啊，指定一个地方不安尼放，你河川局去处理。等下请教河川局。好，这一位先生哈，我是重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么我也是兴隆社区的总干事哈。在这里首先提到感谢水保局啊，我们社区向水保局申请这个案子哈，然后水保局优先处理哈，在这里致上感谢哈。因为我想希望就是我们政府各单位啊，那么在灾区任何灾区，包括甲仙啦、哈小林六龟啦，任何灾区申请的案件，都希望能够优先处理哈。那么除了刚才跟水保局表示感谢以外，那么我跟水保局再提供几个意见哈，提供几个建议。那么这个我们水保局在做水土保持的时候呢，那么因为现在崩塌的很厉害嘛，那么一定会做一些水土保持的工作。那么请纳入森林美学这个概念哈。
那么我们学过森林呢，就知道哈，因为六龟是一个观光发展的地区，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植树的时候，考虑到这个森林美学，让整个沿岸地带能够更漂亮，然后再配合温泉区的发展，这样子的话，能够让我们观光哈，就整条沿线能够变得更美哈。我想先从这个公路总局这边开始哈。刚刚其实相信也提到很多的意见了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尽快不要以年底为目标，就尽快也许一个月内把这个公路的部分做一个抢通，或者说这个柏油路面的铺设。另外就刚好提到一个超级堤防并隧道这个部分哈，这个可行吗？但也许需要这个跟河川局会诊，但是公路局这边先做一个答复好吗？谢谢。我想那个 A7 路面哦。刚刚那个村民代表主席哈，我那个解释一下，就是说刚刚 A7 路面，因为有村民提到说年底是不是一定完成？那当然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一定年底啊，能快的话，我想我会同意代表主席的意见，我们以1个月为目标，那年底之前全部把它完成，好不好？好，这个我想应该我们科长在那边段长那边，我想应该是绝对是全力以赴啦，来做这件事情，好，这个是第一个意见。第二个呢，有关那个外环道路的问题。刚刚我们经过那个就台27甲那个六龟隧道，我们不走到外面，为什么会走到外面？当初我们工程处做完六龟隧道以后，本来维生道路的时候，外面要做是可以不做，但是因为六龟里面，我们事实上我们有很多重车，有很多高的车子货车要走，不能走，所以呢，公路总局又花了一些经费，就是希望把外环道路这样做起来，没有受到高度的限制。那对我们乡亲来讲，运输上是方便了很多。那刚刚建议的，不管是高架桥或者是说超级堤防，那刚刚因为他有讲高架桥，我刚刚又讲另外一个概念来。但是事实上，如果路体有这个超级堤防这种概念，事实上如果我们外观从这边看起来跟那个六龟那边的地质用差不多同样的景观的话，那对于整个自然景观也许可以有很大的，就是说这景观上呢会不会很突兀，然后对自然景观上呢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有关于这边的堤防，因为老龙溪哈，实际上老龙溪各位在这边跑就知道，老龙溪现在因为河川局它也是开始在疏浚了。老龙溪因为中间事实上土石很多，那结果老龙溪两边的道路，一边是台27，一边是台27甲。那这一次因为雨量太大，洪水量太大，所以把两边的路都冲了，所以六龟才会变成说对外交通中断。那这个呢，我们会配合河川局，它除了疏浚以外，我们自己要做的路基的堤防了，我想我们会跟河川局来做。那我们在做的堤防，在做的那个路堤呢，一定是绝对是用生基础，绝对不容许它说有在让那个大雨来啦，又把它中断了，我们六龟又对外交通又全部中断。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目标。那对于景观跟自然的结合啦、生态的结合啦，这个我们绝对会去考量。好，那谢谢处长再来请的是 Q 状哈，疏浚。今天很多乡亲都讲到疏浚哈，那当然这个疏浚刚这个局长回答很多，不过刚刚也有农民讲到说，我的虽然是河川高滩地那我现在要把这个土石清运出来，我才能够恢复原来农地。那是不是可以局长告诉我们说，挖出来的农田清出来的淤积的河沙要放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不能够再出去的话，那要再留在本地，那是不是可以指定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清运到那里去？不然的话，农地里面积的淤沙不能运出去，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复耕。那这是不是先请局长做个答复？是，我想这个是差不多新寮新威那边的一个高滩地的一个淤高。那原则上我们都是请他不要再到外面，因为再到外面有重重的关卡，又涉及到盗采啦一些事情。是，那我们就建议他在最低洼的地区，你去填最低洼的地区，有这个充实过的一个小河道，也许就是乡内的居民互相联络，我的地需要清沙，你的需要填土，也可以清出来就填到那边去。一个土方交换也没有关系，因为都没有出去河川区域嘛。好，那这就是契合局，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宝来或者六龟地区这个水利的工作部分重点跟优先，跟最后跟乡亲做一个总结，这样子。好，是我想。六龟在老龙溪的陪伴之下我们第一个要务就是要修复河堤嘛其实我刚才也没报告过这次要修复16公里
16公里的堤防，我们需要花9.6亿，那第二个当然是疏浚，其实我们要在六龟乡疏浚，每年要疏浚700万，其实我们整个高屏溪要明年要疏浚1400万立方，但是在六龟乡我们就要700万立方，等于说疏浚一半了，一半是在六龟乡疏浚，这是非常紧要的东西。那我们会在那个当然这个疏浚不是今年，其实在上游的土石流，我们预估要持续的疏浚5年才能够把这个土石流的一个量把它减轻。第三个，我想我们还是要配合交通单位来做一个就是说路堤共构的一个模式因为其实六龟的道路系统，平面道路系统都是跟老龙溪有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通道，所以其实我们都要跟刚才的一个超级堤防观念，其实就是一个横向的联系，是有可能可行，但是因为在老龙溪上游地区那么凶猛的一个水势支架可不可以存在，这个我们还要去再检讨那第四个，我想最后我们还是要不管怎么整治，我们还是要回归山林的一个富裕山林减少土石流，那我们河川就可以减少负荷这样的话，对，所以我想最后河川的整治我想都要回归自然有一些不需要整治，我们还是不去动它那我们以这个人口优先的有住家的地方为优先整治的一个对象，我想很简单的做以上的一个跟各位乡亲的报告。好，何顺兄讲啦，目前咧报来六龟天气还咧几只路农还正式充电当然前个河坝的沙伤咧，非常的多啦当然咧仲前河坝的过程当中还注意到自然生态。稍等，请教你农委会水保局坡堤的那个安全管理其实是人人的责任啦，不是讲水保局的责任而已啦每个人都很有责任啦因为我们水保局它是没有查报取缔，我们只有查报而已那个要处分钱的话是在县政府处分在县政府，所以查报每个人都有权可以查报，你就向我们通报，或者向县政府通报，假如有违法的话那个县政府呢，他依据那个他会到现场去勘察以后，就依据那个违法的部分来处分了。要跟县政府哪个单位查报？水保课县政府的水保课。对县政府的水保科水保科了有些那个像那个老农村长所提的那个说去年卡梅基很多那个野溪没有治理，有复建工程没有治理。其实，去年那个钟委员他也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在那边也做了非常多的工程，但是，并不是有可能说有的地方冇做好啦还有目前做的啦。那这位目前做有创业的创业群众呢，给提出来因为。讲有创业的地方有危险的地方可以再做了有可能是讲老几到六龟乡都列做重灾区那种灾神的部分，因为台湾自由县村4角村嘛有可能是讲两部分对，刚才呢新农村的那个是那个理事长嘛提出的是其实我们没有分区的没有分区，只要有合适的地方，我刚才那个蔡科长已经有讲了。其实我们都没有分区了，只是我们这2个地方是先做而已啦。因这较重要的有提出来，有配合，有培根计划的，先做了。其他地方也是可以提出来了好，像其实农村的灾神、沙起灾错，还呢是由地方民众自家主动来提出，唔就想法啦，意見很默嘅啦那種由下輩到當輩的力量，像係非常重要嘅也係叫你睇地同嘅在去行出10年嘅路來看到嘅是個由下邊嘅民眾嘅力量來
改错再错去加盐吼，了力量还做唔得受控的啦哈。当然，答应政府嘅政策来向下推动啦哈。最后，请你休息指导，代表你六桂乡嘅乡亲来讲，唔得使用样板型嘅只政策来辅导唔得希望老六桂建设到一只样板型嘅只更加好、更加强嘅加盐。安尼，使得一个白白水灾嘅影响呢，可能又恢复到以前，差唔多摕个民国。应该差不多40-50年嘅为时间来吼，所以呢，讲到一个重建呢，当然产业经营来讲，应该都系越急越好，个会行到越精致越好。但是呢，也卡到改道铺门的啲工作，像呢，我哋喺咩？北乡头到沙溪来讲，做乜嘅用会讲我抢一嘅沙溪，一个城墙，我推水波局来讲嘅。因为一个沙溪呢，当然我伊个 DIY， 我自家来提，我自家来做。公部门伊系很不安的，伊个力量我是希望讲，我重建嘅部分呢，系唔系公部门像用水波局来调，有乜嘅工作嘅时间，有乜嘅经费嘅时间，通知本面嘅沙溪，通知本面嘅乡，面嘅沙溪地方，但是呢。沙溪個約嘅提嚟部分呢，嗰度嘅沙溪，伊個約伊無法度去提案，伊話佢案咧伊無法度去提，但是水波局係因為伊做到個好嘅樣嘅，伊水波局入邊呢，我做乜嘅案咧，伊攏有啲範例，加一乜嘅蔬菜樣嘅有範例本單，他家讓去上面去看，我感覺呢，係有法度做到講公部門，我哋沙溪要做到樣嘅，鄉鎮要做到樣嘅，我哋啲規劃，上面啲規劃係樣嘅，安尼。有願意愛做嘅沙溪，能停落嚟做，但是一個計劃應該要越精緻越好，越雙規套越好安尼啦。安尼呢，公本下去呢，我哋每個沙溪一個呢可以促進研究呢個機會，因為政府做下來，我公認呢可以幫我沙溪自家地步去市場，唔是講安尼對嚟是嚟做，安尼對我哋沙溪對個向方面呢啲抽呢個機會嘛可以增加安尼。好。主要係迄種嘅此出引出啦，哈！咧由下輩到當輩力量非常嘅重要嘅。頭下邱小姐講到，了解800水災使得你六桂鄉嘅規則發展呢，都推到差唔多民國50年、40年推嘅種情況，可見到咧產業嘅出場嘅情況係非常嚴重哈，都推50年。那未來重建嘅路呢，可能要行50年。不止行較長啦哈，所以需要沙溪民眾多多來設想，我喺沙溪，我喺家業，我喺家鄉，要建設到樣板型，迄個唔啲樣板型做嘅話，做搶救拍照，做到較好嘅沙溪，學習幾條經驗，甚至係咪講政府來提供幾條經費，到外圍沙溪觀摩學習，提供外圍經驗樣板型來。發展到你六桂鄉嚟對建設到行較好哈，像重建迄條非常常見嘅路，今日有像做公路總局經濟部河川局，還有那種水保局哈，共同來詳細嚟面對面討論，即係希望講給民眾親圍繞，也下親緊急嘅需求來做好那種重建工作，也希望六桂鄉都不久將來再恢復到頭擺800水災以前安將安好嘅光景，也希望你現場嘅鄉親多多打拼，天使機頭前觀眾朋友也多多鼓勵。以上今日新聞開會，感謝你嘅參加，謝謝大家，謝謝。